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欧文。中文名字叫什么？欧文。欧文，我们现在要学习卢旺达的一句话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说穆拉后。第二句话就说红的、光的。Oh my god！ 连着说穆拉后红的、光的。你现在应拿奖励，我请那位同学把奖励送给你。谢谢小朋友，啊，你真聪明。那最后的，哦，不客气。这是我的奖励以后继续好好学习。OK， 奖励是秘密啊，那你先回去猜反拍。再一次的欢迎。